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来自澳门一家口啊4地7个人来台湾游览，因当时行伫个大路，拄好经过新光3月百货公司，结果互爆炸喷落来涂骹的物件撼着。这个阿公甲阿嬷是当场死亡，两岁小女童伤势严重，紧急做开颅的手术，也未脱离着险境。这礼拜是关键，因的家属嘛陆续赶到台湾处理后事。医护人员真着急，将躺架患者塞去了救护车顶。躺架倒的就是澳门一口罩7个人的2岁小囡仔。除了医护人员真细腻，边仔的家属嘛真着急。妈妈摸感觉色的毯仔看起来真险，爸爸嘛跟对伫咧身躯边，因同坐救护车准备甲妹妹坐到中国医大救。囡仔却气爆崩着，头壳刮伤，肺部嘛刺伤，要转到中国医大做开脑的手术。即马性命有稳定落来，针对脑部搁伫咧灌水，已经做减压的手术，加稳的疗法，维持血压心跳。上重要的关键期就伫咧这礼拜。因为细胞受伤，那受伤之后呢，在加护病房的照顾，我们必须要做神经的保护，因为这个才牵涉到说这个神经将来的愈后好不好。一口罩7个人快乐的旅游全变调，阿公阿嬷不幸过身，当时嘛在场，不过逃过一劫的其他家属心内嘛真歹过。陈秀萌太太头壳直直个安踏，查某囡仔的爸爸妈妈心内有讲袂出嘴的烦恼和伤悲。80多岁阿祖意识清楚，脑部检查嘛无问题。看到市长罗秀燕一日开喙，就是关心家己的囡仔和孙仔人有安怎无？边的肋骨有骨折，然后手臂也有骨折，目前都还在继续观察当中。一口罩7个人来台湾佚佗，撞着死劫，和澳门特首嘛来关注，其他家属嘛小刷赶来到台湾，未来处理相关后事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